早晨啊，早晨啊，老友記，今日就係星期四啦，應該係3月10幾號咧，18號啦，應該係18定19啊，唔係好記得啦，唔緊要。今日咧，Andy 約咗我同埋2、3個車友啦，今日挑戰呢個貓空3P，前中後山全部要騎一次。咁啊，通常我哋都係騎2P 比較多啲啊。咁啊，3P 會吃力少少，因為其中有一 P 咧，正門嗰邊上咧就會係斜啲嘅嚇。咁啊，睇下到時點樣。咁啊，嚟到呢個河濱啦嚇，呢度唔記得咗咩橋啦，咁啊呢度啊彎彎曲曲，咁啊落去咧前少少就係政大嘅後邊啦。Morning. Morning. 是滴滴以前的专利，可是滴滴的专利过期，大家在那里用的专利。没关系，骑不动在那个豆花店等我们。等一下再，现在要拖了。先拖啊，不然你到半路也是麻煩啦。又係正大嘅後門咯，開始。好啦，呢個第一 P 就開始上斜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完成3P，所以要保留少少體力。啱啱啲斜路全部上晒嚇，咁啊依家就未落斜，咁啊去到3/4嘅位置啊，明德宮嗰度啊，等班車友嚇。
唉，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就離開明德宮，咁啊上貓空，咁啊大約係1-2公里度啊到噶啦，咁啊到時啊直接落山，咁啊準備2P，咁啊前面呢個轉右咧。完咗呢個第一 P， 咁依家就下滑啦，跟住再後山上。呢個前山咧，後山有2個嘅嚇。一陣間咧，仲要第3 P 啊！呢度上啊，呢度上比較金啲，成日覺得佢好斜。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就嚟到呢個指南風景區下邊，咁呢度咧就上2P。準備呢度上去啦，咁亦都一樣係可以上去貓空嘅嚇。大家打個招呼吧。嗨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好。咁啊呢度啊3 P 上啦，第2 P 講錯。哥哥，有车，对，靠边。
是你家的厨房哦。啊？这边的路线啊，是你家的厨房。没错，我的主场啊。到前面休息一下，这个桥的前面休息一下，等他们。对，小福前面左手边左前方等，对，左前方等。大概1/4不到。对，铁丝网已经过了，就到这个桥了。这个桥上去就很好骑了，就快到了。所以等他们一下下。你要3批吗？3了，等一下我们从这里下来哦，再从刚才下来的那里上去，我们就完成壮举了。壮举。而且回去还。至于吧。而且回去可以臭屁，因为我们这堆人没人骑过这里这样的3批。我也没有骑过。对。可是我那一天脚拉伤了，我那天去双泰脚拉伤。所以我今天是暖身，因为我们下礼拜不是要去南横吗？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南横是什么？是骑车是什么？下礼拜对啊。你骑车啊？哦，是跟谁啊？跟他们是吧？对啊。在3月份吗？没有，你们是去4小橫。哦。我是坐火車的。卒之啊，完成唔到3批2批，原因就係有幾個團友咧就即係點講啊？佢又想食飯啊，肚餓啦，咁啊跟住啦，算啦，跟大隊啦，下次自己嚟啦。咁啊，而家翻去景美飲咖啡。
哦。顺风哦，不用洗，不用踩，对啊，水就会缺水。对。咁啊，上到嚟明德宮啊，唔使多介紹啦嚇。咁啊，每個車友咧上貓空咧都會喺明德宮度休息下，同埋佢呢度咧又可以補下水免費嚇。咁啊，其實上咧台灣所有嘅宮廟咧，你都係可以免費補水嘅。咁啊，呢度好靚啦，呢度你睇咧，咁啊可以望到101個標地。